最近有發現好多個案咧，就同裝修上面出現咗一啲法律上嘅問題啊，包括咧裝修判頭用咗黑工啦，仲有漏水嘅個案啦，同埋一啲爛尾嘅個案。咁我哋好榮幸咧，就請到 Amy 律師咧，就做我哋法律顧問，咁講解一下同裝修上面遇上法律嘅問題咧，點樣可以保障到小業主，大家攞到一啲法律嘅知識，咁保障大家。咁我哋咧根據呢個消委會嘅報告咧，咁其實咧喺市面上咧有1/3類型嘅裝修公司咧，佢哋嘅報價單咧都係非常之欠缺呢個透明度。咁其實佢哋最終嗰個裝修嘅差距咧，可以由28% 啦，至到去30幾個% 都有嘅，即係由佢裝修前報價同佢最終裝修完嗰個報價嗰個分別。咁其實當中會唔會有牽涉咗一啲欺詐成分，或者一啲同埋佢哋點樣維持一啲不良嘅銷售手法，令到小業主墮入咗一個低嘅價錢去被佢吸引到而去做呢個裝修工程？係啊，其實好多咧裝修報價咧啲字眼咧係用得好含糊㗎。咁其實我哋係應該盡量避免啲咁含糊字眼，好似譬如全屋入櫃裝修。咁寫咗，咁就一個總價。咁至於咁你呢啲櫃係用一啲乜嘢材質呢？呢一啲乜嘢質量呢？其實又冇寫嘅喎。咁到時就好容易有爭拗啦。咁所以我覺得建議呢係一定要係寫得詳細啲啦。每一種材料啊，每一個工時啊，咁其實盡可能都寫落去嘅。係。咁第二樣嘢呢，其實應該要睇嘅呢，就係貨比三家啦。因為好多時咁真係唔同公司咧，佢哋嘅收費唔一樣嘅，咁大家咧就應該即係話去試下去唔同嘅咁樣，因為個唔同公司有優勢，咁所以咧變咗就價格報價唔同，要貨比三家啦。咁第三樣嘢咧，報價單其實好主要睇咧係有冇包埋保險嘅，其實。Okay. 因為保險咧，裝修保險咧都其實係非常之重要嘅，因為有時可能裝修工人有啲乜嘢一啲疏忽啊，或者係唔清楚單位嘅狀況啊，去造成一啲其他單位嘅損害啊嗰啲，咁其實呢樣嘢都係會包埋嘅保險。OK， 咁我哋其實喺呢個報價單當中啦，亦都發現到點樣可以定性佢違反咗一個佢合約上邊嘅，即係超出咗個合約。例如好最簡單嘅，其實可能一般裝修公司佢可能會定咗大概70日裝修期啦。咁但係其實最終交付到俾客戶，即係小業主咧，個裝修期可能係有冇話一個定性 over 咗幾多就可以告佢違反咗合約嘅內容啊咁樣？其實你話 over 咗幾耐咧違反，其實而家目前咧係冇呢一個標準嘅。咁但係咧都要就翻即係話實際情況啦，每個個案唔同嘅情況啦。以我嘅即係經驗嚟講啦，其實超時咧係反而好正常嘅。而家係咪啊？咁但係咧就盡量控制喺一個合理時間範圍，即係話係有交代，跟住按照翻呢個時間去進行咯。即係所以大家都亦都可以係按照呢個嘅分階段收費啊付款呢個情況。係完成咗一樣嘢，譬如我可能起完個廁所，跟住我就會俾一部分錢；起完個廳，跟住就會俾部分錢咁樣咯。OK， 即係簡單啲咁講啦。Amy 律師咧，佢就會為小業主建議，就係所有業主就會按照呢個合約裏邊每一 part 嘅細項而去做出呢個付款嘅時間。咁完成咗嗰個細項，先至去付款，盡量就唔好即係一大嚿錢就掉咗俾個判頭啦。明白。咁另外咧就問多少少啦。咁關於呢度就係合約內容嗰度咧，其實即係我哋可唔可以有冇啲第三方啊，或者點樣可以做到好肯定去即係覺得呢份報價單係最適合咧，定係點樣？定係我哋都係建議都係揾翻公證行去望一望啊？嗱，報價單咧就可能未必關公證行事嘅，咁純粹咧即係等於我中意去百貨公司買衫，定係去市場買衫嘅道理，即係話可能都係有唔同嘅服務啦，就有唔同嘅價格嘅。咁最緊要就係即係自己要睇得仔細啲，睇下揀到適合自己。所以呢方面咧，一定要揾翻相熟同埋專業嘅裝修公司去幫你評估翻一張報價單。佢哋嘅細項同埋佢哋嘅標準，咁咧就會令到小業主有更強嘅保障啦。咁啊，今日我哋真係好榮幸啦，多謝 Amy 律師啦，為我哋講解咁多裝修上面同埋合約上面嘅法律知識。咁如果日後大家想了解多啲家居生活平台同埋裝修嘅知識嘅話咧，不妨留意我哋 GoCo Spaces
咁我哋今日好多謝我哋嘅 Amy 律師講係多謝解，邀請為我哋多謝邀請提供我哋嘅法律支援，多謝晒。